大家好，我係林良，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幾套關於酒嘅作品。咁第一套係 ViuTV 嘅劇集《傳酒人》，係一套單元劇嚟嘅，有少少似酒吧版嘅深宵食堂。故事講述一間經營咗廿幾年嘅酒吧市井即將結業，由朱柏謙飾演嘅老闆洪哥決定將嗰啲咧多年冇人認領嘅全酒逐一歸還。就於是叫員工葉仔四處查找，將佢哋物歸原主。咁喺呢一段送酒嘅旅程途中，佢係聽到好多關於客人嘅故事。葉仔從一開始覺得打份工，到逐漸理解到洪哥同埋呢間酒吧背後嘅理念啊。咁呢一套劇嘅卡士其實都幾得意嘅，有 Danny Summer 飾演調酒師啦，有初代 YouTuber 飾演酒吧員工啦，仲有一啲 Mirror 嘅成員喺入邊。當然啦，我就唔係呢一個 generation，所以我都唔係好熟知佢哋係邊個。得罪都要講句啦。咁其實我就冇睇港劇好多年㗎啦，咁難得有一套係吸引到我開嚟睇。咁最先吸引到我嘅係佢嘅主題曲啦，由 Amy Lo 唱嘅《市井》，好難得係有港劇嘅主題曲係有咁多 jazz 喺入邊啦，咁已經令我印象好深刻啦。咁睇完之後更加覺得呢套嘢咧，真係值得推薦一下。成套嘢嘅製作係電影級啊，美術上面用嘅嘢啦，嘅色彩、佈景、道具都做得十分之仔細。完全唔似係劇集嚟啊！咁最正係呢一套嘢咧，好有實驗性，好有玩味啊！因為佢係用單元式咁樣呈現啦，所以集集都有啲唔同嘅玩法，入邊有好多 style， 咁同時都做到主線嘅劇情推進啊！咁每一集都好似做緊一個電影類型咁樣，例如黑社會電影啦、西部片，甚至一集係做到電影級嘅爆破場面啊！都唔知劇組放咗幾多 budget 入去做，咁港劇可以做到咁多元素咁有創意，集集嗰個質素都維持到咧，真係好值得大家支持嘅。少少美中不足嘅就係劇入邊嘅全酒都係一啲虛構嘅酒啦，但係如果你係一個酒類嘅愛好者，我諗你都會諗到佢係影射緊現實世界嘅邊一支酒。咁我覺得劇入邊嘅酒其實都揀得好好嘅。飲住嚟睇真係都有啲意境啊！跟住落嚟有少少嘅劇透啦，咁我想講下我最中意嘅嗰一集啊，干邑。咁故事講述一對年輕夫婦由超市買嘢到翻屋企，一路由超市嘈交嘈到翻屋企。咁女方咧就不滿男方冇對小朋友好好負責任。無論大小事都唔清楚，由平時用乜嘢清潔用品，到係咪要報學前班，完全唔知道，好似事不關己咁。隨住故事慢慢推進，正當大家都覺得男方係渣男嘅時候，劇情嚟咗一個反轉，揭露 BB 係女方細妹遺孀嚟嘅。咁佢嘅父母已經係車禍之中離開，而葉仔所還嘅酒就係佢哋出事之前嗰一晚一齊飲嘅。咁喺還酒嘅過程入邊啦，葉仔同佢嘅女朋友上到佢哋屋企，撳鐘嘈醒咗 BB， 令到佢放聲大哭。咁男方十分之燥底咁叫佢放低喺門口。咁喺還酒嘅過程之中，雙方係冇任何嘅互動。喺佢哋氹翻 BB 瞓覺之後，男方承諾會好好學習點樣照顧小朋友，而佢只係未準備好，所以先咁唔清楚嗰啲細節嘅啫。跟住葉仔同女友就由佢哋嘅大廈去超市買宵夜食啦。過程之中搭翻呢一對夫婦早上搭過嘅的士，反方向咁樣穿過佢哋早上去過嘅後巷，再到同一間超市買嘢。到埋單嗰陣，葉仔趁佢女朋友唔為意，偷偷拎起咗一盒安全套。而呢盒安全套正正就係早上嗰一對夫婦因為嘈交而放低嘅。佢哋相視而笑，呢一集就由呢一盒安全套貫穿咗成個故事。就咁聽我講呢，其實應該唔會明點解我話呢一集拍得好，因為佢成個故事係好日常、好普通，但係佢用咗佢嘅技法係十分之有趣，用咗好多長鏡頭啦，唔係為拍而拍，
而係將成件事拍得好有生活感、好自然，而且佢嗰個結構好有趣啊，係一集對稱式、鏡像式咁樣對比，好似睇緊一個倒帶咁樣啊。咁成個故事既係寫實又係超現實，而且唔陳腔濫調。咁啱啱睇就會以為又係一個典型華人家庭嘅悲劇啦，未準備好生小朋友，點知意外有咗，又或者喺長輩嘅壓力之下走上咗生育呢個傳統嘅道路。咁成日話生仔要考牌啦，要識得去提供好嘅資源，如果唔係，原生家庭嘅悲劇就會一代一代咁樣延續落去。正當觀眾又以為係講呢啲老生常談嘅主題嘅時候，劇情嚟咗一個反轉。原來 BB 父母雙亡，係夫妻念在親情而選擇當佢係親生女咁樣照顧，唔想送佢去孤兒院。言談之間亦都知道呢一對夫婦其實一早決定唔生小朋友噶啦。導演用心鋪排，凸顯有小朋友同埋冇小朋友嘅情侶生活。兩對情侶以唔同嘅方向走喺同一條道路上邊，但係卻有唔同嘅結果。用一個安全套作為隱喻，暗示住生同唔生其實有得揀。而劇中不停出現嘅巧合，例如兩對情侶坐上同一架的士，去一樣嘅地方，拎上同一盒嘅安全套，更加係凸顯人生嘅荒謬，人生嗰一種冇得揀，嗰一種被投擲性。往往喺呢一個世界上，你以為冇可能發生嘅事情就係會發生。而作為有全知視覺嘅觀眾眼中，就會理解到呢一對情侶看似有得揀，其實係冇得揀。雖然送佢去孤兒院係一個選項，但係你苦心自問，又有邊個會做得出呢？原本冇意撫養孩子嘅佢哋，突然被拋入呢一個責任嘅漩渦。冇解釋、冇條件咁樣承擔住父母嘅角色，反映咗人生隨機嘅嗰一種無奈。但係同時，佢哋亦都勇敢直視住呢一種冇選擇性、呢一種投擲性，體現咗佢哋嘅愛同埋責任。喺葉仔嘅視角之下，佢哋可能係一對家嘈屋閉嘅問題家庭。葉仔女友又覺得佢哋只係一對小朋友啱啱出世、手忙腳亂嘅夫婦，而喺觀眾嘅視角，佢哋就係一對勇敢嘅年輕夫婦。佢哋超越咗自己嘅義務，勇敢咁樣擔起生命嘅責任，直視住未知嘅未來，即刻令我對呢一對夫婦多咗幾分同情，更加係欣賞佢哋嘅偉大。呢一個巧妙設計嘅劇情反轉，帶出咗人生入邊嗰一種荒謬性、嗰種投擲性，即刻令到故事升華。再加上巧妙嘅鏡頭設計，令到全集多咗幾分超現實嘅味道。而呢一支全酒干邑代表住咩呢？呢支酒應該係影射軒尼詩 XO。咁我嘅詮釋係佢象徵住一個生命嘅傳承。BB 由過世嘅父母傳到呢一對年輕夫婦。咁喺製作干邑嘅原材料係叫做生命之水啦，係一種高酒精濃度、透明嘅水果蒸餾酒。而喺製作嘅過程要用新酒同埋舊酒混合。有一種薪火相傳嘅意味，而佢嘅陳釀年份通常喺30年以上，咁暗示住好大可能製造呢支酒嘅人係未品嚐過，已經係離開咗人世，係一支層次風味非常複雜而豐富嘅酒，係咪好有意境呢？咁喺成套劇入邊啊，我係最中意呢一集嘅。咁佢探討咗人生嘅荒謬啦，同時展示咗人嘅複雜性。我諗好多人都先入為主，就覺得個男仔係一個大仆街啦。咁直至劇情嘅反轉，先會明白到人人都有自己嘅困境，就唔好用自己嘅視覺嚟到對其他人太 harsh。咁喺劇情技法同埋演員都係十分之優秀嘅，而且係充滿住反思詮釋嘅空間。咁市井酒吧就正如佢嘅名咁樣啦。描繪住大家嘅日常生活，影出人生百態。咁再次同大家推薦
呢一套 ViuTV 嘅傳走人。跟住落嚟要介紹嘅係一套動畫作品嚟嘅，叫做《王牌酒保》啊。呢一套同啱啱講到嘅傳走人屬性上其實非常相似啊，同樣係一個單元劇。故事嘅主角叫做座座蒼流，佢係一個好勁嘅調酒師嚟嘅，曾經喺歐洲嘅調酒大賽攞到冠軍，調出嚟嘅酒更加係俾人叫做神之杯。咁佢喺學成返日本之後，佢就喺銀座嘅隱世酒吧 Eden Hall 入邊做嘢啦。咁透過調酒幫助唔同嘅客人面對人生煩惱。咁兩套其實都幾類似嘅。傳走人就用烈酒代表住一個故事啦，而呢一套王牌酒保就多啲講呢一個高人調酒師係點樣用調酒撫慰人嘅心靈，幫助一個又一個嘅客人。呢套作品可以當佢係類似深夜食堂嘅治癒小品咁樣嚟睇啦，又可以當係一套調酒入門咁樣睇。入邊係充滿住日本人嘅職人精神，會涉獵到好多調酒嘅知識，例如一啲非常之技術性嘅知識，又會講到調酒嘅歷史典故。呢一套嘢入邊最值得讚嘅就係日本人對細節嘅重視程度。入邊嘅 cocktail 都係真實存在嘅，佢係連入邊所用到嘅原料酒，連品牌都好仔細咁樣畫咗出嚟，跟住動畫嘅資料嚟做咧，係真係可以還原到嗰一杯 cocktail 嘅。更值得一提嘅係呢一套作品同 Suntory 有合作啦，咁其中有一集係講 Suntory 嘅角評啊，介紹咗少少日本威士忌嘅歷史。其實依家喺 Netflix 見到呢一套咧係2024年嘅重製版嚟嘅。咁喺2006年嘅時候咧，舊版係更加以調酒作為敘事中心，而新版咧就用咗多啲篇幅寫主角嘅故事，寫佢嘅職業發展同埋其他角色嘅關係。新版喺美學上面啦，用咗更加多抽象嘅畫面嚟到呈現，而且調酒嘅聲效咧係好似 ASMR 咁樣咁仔細嘅。簡單介紹完呢一套作品啦，然後就想分享一下少少調酒嘅嘢。間唔時咧，我都會整翻幾杯嚟到宴下客嘅。咁我最常整就係 Gin and Tonic 啦，因為材料簡單、清新而且易入口啦。間唔時都會整 Margarita、Highball 咁樣嘅。咁搞 home bar 最大限制就當然係 budget 啦，因為好多時候有啲材料調到嘅酒十分之有限啊。咁如果為咗調一杯酒而去買一大支酒，其實係得個擺字啊，係唔會飲得晒㗎。而且有啲酒係會過期啊，例如 Baileys 咁啊，一支朱古力 cream 嘅酒，開咗之後係可以大概擺1年左右啊。咁調酒係一件點嘅事咧，其實係同煮嘢食好類似啊。咁煮嘢食就用食物嚟到呈現風味啦，而調酒就係用酒精飲品嘅形式嚟到呈現啊。世界上第一杯嘅調酒誕生於19世紀嘅美國，早期嘅製瓶技術啦未普及化，而且物流咧亦都係冇今日咁嘅效率，咁只可以將咧威士忌嘅原酒原桶咁樣送去酒吧，而原酒嘅酒精濃度比較高啦，一般都去到60左右，烈到唔係人人都頂得順啊！咁第一杯嘅調酒 Old Fashioned 就咁誕生咗啦。咁喺原酒上邊加入苦精、糖、冰，再加埋橙皮嘅裝飾，咁樣稀釋咗佢，同埋加咗啲甜味之後咧，咁佢就更加易入口啊。由呢一杯調酒都可以睇到調酒嘅核心邏輯就係酒、酸、甜、苦，而呢個酒好多時候都係一啲烈酒啦。因為加嘢落去會稀釋咗個酒精啊，而烈酒嘅酒精夠濃，而且帶有一種比較強烈嘅風味，比較難沖散到。成件事係咪好似煮嘢食呢？其實可以放得入口嘅嘢咧，基本上都可以拎嚟整 cocktail 啊。咁我就想介紹一杯幾具爭議性，而且我又幾中意嘅 cocktail 啦，
就係加拿大嘅國飲調酒 Caesar。咁佢係一杯番茄汁 base 嘅調酒，做法同 Bloody Mary 大同小異。主要成分係番茄汁同埋 vodka 啦，而佢同 Bloody Mary 最大嘅分別係 Bloody Mary 係用番茄汁，而 Caesar 係用 Clamato， 係一啲加咗蜆湯嘅番茄汁啊。咁調味上面就會落椰汁啦、Tabasco、檸檬同埋一啲胡椒嘅。咁上面可以放唔同嘅 garnish， 通常最常見係西芹啦、pickle 等等。咁曾經我喺 road trip 嘅時候咧，就見過一間叫做1858嘅 Caesar 嘅 bar 啦。咁佢嘅 garnish 係進化到放串燒、雞翼、煙肉、煎蛋等等啊。咁你話呢一杯係一杯調酒啊，定一個料理咧？試過同朋友推介呢一杯嘢啦，咁佢哋嗰個評價係都幾兩極化，就好似沙士汽水咁樣啦。有人好中意，有人好憎。而我係幾 enjoy 呢一杯嘢嘅。聽到呢度，可能你又會覺得調酒師就係咁溝埋啲嘢，其實唔難。咁我就覺得我同專業嘅調酒師差別喺邊度咧？其實差別就喺細節嗰度啊。就好似搖個杯 shaking 咁樣啦，呢個動作睇落好簡單，咪就係咁熬勻啲嘢咯，應該唔會有分別㗎。但係當你飲嗰個專業調酒師 shake 出嚟嘅嘢，同一個求其 shake 嘅嘢，你又會明白嗰個口感嘅影響係巨大嘅。搖太耐太大力嘅話，嗰啲冰會溶會碎，嗰杯酒會溝稀咗，而且喺 shake 嘅時候，嗰啲空氣咧會打入去個飲品入邊，產生一啲微小嘅氣泡啊。咁做得好嘅話，嗰杯嘢個口感會圓潤啲啊。如果個手法唔啱，往死裏 shake 嘅話咧，係做唔到嗰一種氣泡感嘅。講到底就係一種職人精神啦，係一種對技藝、對品質嘅極致追求啊。差別就喺嗰啲細節入面啊。咁講完兩套作品入邊嘅酒吧員工都唔止係賣酒，更加係私家偵探、心理醫生、人生導師。兩套都充斥住文青嘅浪漫主義，我諗好多人都對酒吧嘅工作充滿住幻想，但係現實世界嘅酒吧當然冇咁美好啦。但係店員根據翻客人嘅口味，推薦翻相應嘅酒品，分享下酒類知識係應該做到嘅。咁跟住落嚟就要講一位前酒吧從業員村上春樹嘅《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一個小小嘅知識啦，喺佢成為全職作家之前，佢係喺東京經營住一間 jazz bar 嘅。呢本書並唔係嗰啲深宵食堂類嘅治癒小品。村上作為一個威士忌嘅愛好者，咁佢就到訪咗兩個威士忌嘅產地參觀旅行。咁呢一本書正正係佢去呢兩個地方旅行同埋參觀酒廠嘅遊記嚟嘅，十分之短，得2篇嘅啫。一篇就係去 Scotland 嘅艾雷島，另一篇就係去愛爾蘭。咁除咗文字之外，入邊仲有由佢太太村上洋子影嘅相，有啲似睇緊 blog 咁嘅。咁村上喺 Scotland 嘅時候就去咗艾雷島，呢一個產地嘅威士忌最出名就係泥煤味。咁泥煤味係一啲點樣嘅味咧？有人話似正露丸。有人話似藥用消毒碘酒嘅味道啊，咁係十分特別、十分之有個性嘅。而佢嘅代表品牌就好似 Albert、Laroque、Bowmore 咁樣，大家有興趣嘅話都可以買嚟試一試啊。咁喺睇完呢一本小書之後啦，咁我就對品味有一啲嘅反思啊。咁其中一段啦，村上就寫到：不過光這樣，還無法說明威士忌的味道哦，無法明白解釋那魅力何在。最重要的啊，村上先生，最後我們要提的還是人，是住在這裏，在這裏生活的我們，釀造出這威士忌味道的，是人的個性和生活方式創造出這香味來的，這是最重要的事情。口味有一定嘅理性標準啦，可以跟住個 tasting chart 去品嚐，客觀意義上佢係存在嘅。
咁可以形容到酒嘅唔同特質啦，甜、苦、辣唔辣，再仔細到有啲乜嘢風味喺口入邊嗰個 texture 係點樣。咁拎住呢個標準放諸四海，咁又好似會有啲問題。正如泥煤味嘅威士忌啦，我係幾中意嘅，但係同時有人會話佢係臭，覺得好重口味。咁另一個例子，相信大家都可能有經驗過，就係細個偷飲啤酒嘅時候。我記得自己喺10歲嘅時候，第一個反應係立即吐翻出嚟，心諗咁苦咁難飲嘅。大個咗就會開始飲到酒精嘅苦味之外，嗰種甜甜酸酸嘅蜜味。咁到底係有乜嘢變咗呢？品味又係點樣發展而成呢？喺客觀理性標準之外，同時呢個體驗者亦都有好重要嘅影響。客觀理性標準係存在喺自己嘅知識入邊啦，再根據個人嘅喜好去到判斷。而個人喜好係受好多嘅因素影響，充滿住主觀嘅成分，所以品味存在住一種矛盾性。體驗過美嘅人，品味都係有高低之分，有客觀標準，但係同時佢又唔係完全個人喜好，但係又容許個人嘅偏好咁，係一啲無法淨係基於理性邏輯完全解釋嘅嘢。體驗嘅主角人係無法被忽略嘅。喺村上嘅筆下，威士忌承載住嗰個產地嘅風土人情，甚至佢覺得只要離開咗嗰個產地，再飲翻同一支威士忌，已經變咗唔係嗰一個回事。喺飲嘅嗰個環境、嗰個心情，亦都係非常之影響住飲用嘅體驗。雖然人嘅角色喺品味上邊無法抽離啦，咁但係喺現今嘅世代，特別係呢個 AI 嘅時代，其實世界係不停壓縮緊嗰個非理性 non-logical 嘅嗰個部分啊。咁現代人喺作出選擇嘅時候，其實係充滿住反身性。例如有各類型嘅評分網頁啦，如果有一樣嘢受到好評，咁往後差評佢嘅人就會成為異類，而好評佢就會去吸引更多嘅人去消費，吸引更多嘅好評。咁相反啦，差評較多就令人卻步，甚至連去嘗試嘅機會都受到扼殺，進入咗一個死亡嘅漩渦。簡單而言就係好者越好，差者越差。AI 嘅出現啦，更加令世界嘗試去用同一套嘅評判標準去到評價所有嘅事物啊。feed 一個點樣嘅標準俾 AI，跟住佢就會跟住呢一套規則嚟到運作。咁到底有邊一個去定義呢一個標準呢？咁權威又係點樣定義呢？咁客觀上的而且確佢係可以令一啲完全唔入流嘅嘢淘汰啦。與此同時，用住同一套嘅評判標準去看待所有事物，又會唔會扼殺咗多元化以及更加多嘅可能性呢？咁未來點樣發展，我就拭目以待啦。講完一大爛餐，咁就分享翻少少威士忌嘅嘢啦。啱啱都講到品味其實好主觀嘅，咁我都唔算試過好多。咁如果有講錯咧，就請大家留言多多指教啦。咁其實威士忌嘅世界好大嘅，咁最出名當然就係蘇格蘭威士忌 Scotch 啦。咁佢入邊都有唔同嘅產區，有唔同嘅風格。咁其他威士忌，例如美國威士忌最大嘅特色就係橡木味啦。咁日本嘅威士忌最大嘅特色就係貴啦，因為係咁俾人追捧啊，越炒越貴啊。咁當然出名貴係少少講笑啦，佢都有佢嘅特色嘅。咁我自己覺得佢普遍嘅特點就係清啦，口感比較 watery 少少啊，唔會話好辣咁。如果飲過幾個廠，其實我係飲唔出有好大嘅差異啊。咁總括而言咧，就係一種清雅而從眾嘅風格啊。成件事係充滿住日本嘅民族性啊。而我好少飲日威嘅原因，最主要都係性價比啦。喺金錢有限嘅情況，咁買其他產地都做到相近，甚至係更好嘅質素。咁點解我仲要去食炒價去飲佢呢？
咁就引申到一個好重要嘅認知啊！咁喺威士忌嘅世界，唔係貴就好飲啊！咁我覺得係要揾到自己中意嘅味道啦。咁一般新手飲威士忌都係可以跟翻產區同埋酒廠咁樣去試唔同嘅風格啦。而好多時候啊，基本款已經係表現到嗰間酒廠最大嘅特色，所以貴嘅酒唔一定好飲啊。甚至有一啲係意頭嘢，例如皇家禮炮 Royal Salute 啦。好多時大家攞個意頭，有啲乜嘢高興嘅事都會買嚟送禮啊。而我自己就覺得有一啲借渣嘅價錢，但係燒鵝嘅質素嘅威士忌啊，例如 Ballantyne Finest 咁樣啦，喺一啲舊式啲嘅版本買咧，分分鐘唔使100蚊已經買到一支啊！但係佢嘅花香、佢嘅層次，用嗰個價錢嚟講係非常之抵飲啊！咁同埋大家想入門飲威士忌咧，亦都可以去一啲 whisky bar 嗰度啦，嗌幾個唔同產地嘅酒去試下唔同嘅風格，揾到屬於自己嘅味道先係最重要啊！如果唔係買咗一大支酒又唔啱飲嘅話，好多時擺下擺下，佢嘅風味同埋酒精都會流失晒，咁就變相嘥咗支酒啦。分享完3套作品，唔知你又有冇飲酒嘅習慣呢？講明先，飲酒有害健康，係會增加癌症、心血管疾病、肝病、神經退化嘅風險啊！咁聽講 Gen Z 有一個低酒精、無酒精嘅趨勢啊，英文叫做 Sober Curious Movement，鍾意保持頭腦清醒啊。雖然話唔飲酒的確係健康啲嘅，但係我就覺得企喺一個探索味覺嘅角度而言，完全唔飲咧，真係好可惜㗎。特別係身處喺香港呢啲咁飲酒 friendly 嘅地方啊，香港酒稅低啦，好平，啤酒、烈酒乜嘢都係好平，好多款都買得到啊！香港人成日去旅行，可以喺免稅店買下，其實儲下都可以試到好多嘢，而且酒吧好有多樣性啦，有好多間 Top 100 Bars 其實都喺香港、日本呢啲地區啊。咁我就覺得喺呢啲地方住，甚至去旅行就唔好怕入酒吧啦。我明白有時候太多品牌、太多術語咧，係會令人卻步啊。但係你問 bartender，如果佢哋係夠專業嘅話咧，佢哋都推薦到幾款啱你嘅嘢。咁我而家就身處喺北美啦，其實飲酒係一件好貴嘅事。講緊一罐大罐裝嘅啤酒，可能要20-30蚊港幣咁樣啦。而且北美嘅調酒 style 係比較粗獷一啲啊，係做唔到亞洲啊、日本人嘅嗰一種精細啊，所以變相飲嘅風格都好唔同，就係好少飲酒，好少消費，好健康咯。好啦，到今日嘅尾聲啦。咁酒對你嚟講嘅意義又係啲乜嘢呢？由細個冇節制嘅牛飲到湯，到我而家開始享受啱啱好，享受一個微醺嘅狀態。飲酒嘅習慣隨住成長有所改變。對我嚟講，飲酒已經唔再係拎嚟行開下、離開下呢個現實世界嘅方法，更加係承載住好多回憶、好多故事啊！咁最後同大家分享下啦，我自己最中意嘅威士忌係 Albert 10。咁到最後嘅最後啦，容許我引用村上春樹書入邊嘅一段作結：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當然就不必這麼辛苦了。我只要默默伸出酒杯，你只要接過去，安靜地送進喉嚨裏。只要這樣，應該就成了。非常簡單，非常親密，非常正確。